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伸出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可以跟两位朋友说，有主在我们里面。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一起来宣告，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们里面，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
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风声一时降临，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亲自安慰我们破碎的心，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他的信实与我们同在，需要我们打开心门去领受。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敬拜，去经历他真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在你同在里》。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你欣然的爱我们。在我们患难困苦的时候，你未曾离弃我们，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你也看顾我们真实的需要。你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在接下来的信息当中去聆听、思考、领受你的话语。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后面新的诫命，对，好，然后一起开口。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报告，下周二2月11号，在本教会召开台北中会区会。那本区除了我们牧师以外，还会有总共13位牧者参加。第二点，2月15号下周六下午4点会召开小会，那请小会的会员留意。第三点，下周日主日2月16号会举行今年度第一次的圣礼典。那如果有人想要受洗、受坚信礼，或者是要设会籍的兄姐，请向牧师报名，以利安排后续事宜。那另外提醒，因为当天大家会领受圣餐，那请组内陪餐会员预备心，然后恭敬领受。第四点，2月16号下礼拜后会举行2025年度的定期会员合会。那即在人在的陪餐会员名单已经有公告在公布栏或者是其他赖群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如果有缺漏或者是误刊的部分，也请向小会反映。另外就是因为目前就响应电子化，所以也节能环保，暂时就是不会主动提供纸本的合会手册。那如果有人觉得电子档太小看不清楚，想要申请的话，也可以去登记领取。另外就是，如果刚刚提到有需要，就是即在人在的会员名单有补课出席的，就是也要在楼下请假，不然就会到时候人数统计上会有一些状况。第五点，2月16下午后到2月18，基督教美南差会董事会在宜兰举办退休会。那到时候马约翰牧师会主理，那我们教会2位牧师也会随队前往。好，第6点非常重要，这个英英姐还打了粗体字，就是请已经有认现2025年度爱餐的人，如果你尚未缴交那个款项的话，请尽快缴交，因为其实已经2月了，那再不交钱会有问题，请大家赶快缴钱。那第7点。去年度11月、12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在公布栏，如果有想要去检核或是查阅的人，可以去参考。那最后一点，团契消息，在2月21号礼拜五，松年部会迎新弃旧野外礼拜，地点在宜兰。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找美美会长报名。最后奉献明细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检核一下。如果有跟自己认知上有差异的，可以跟干事确认一下，那会在下周进行刊物。好，接下来进行奉献，请司献的同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敬拜你，一起用诗歌，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虽然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我们愿意敬拜你的心，还是引领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求你赦免。主啊，
现在我们也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最后，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圣经节记载在民数记第9章15到23节，有点长，那我来念，你们大家可以边看。第15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帐幕上，形状如火，经常都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云彩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上升，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照耶和华的指示起行，也遵照耶和华的指示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久，他们就留在营地多久。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第20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只停了几天，他们就遵照耶和华的指示留在营里，也遵照耶和华的指示起行。有时云彩从晚上留到早晨，早晨云彩上升，他们就起行。无论是白天是黑夜，当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1个月或更长的日子，以色列人就留在营里不起行。但云彩一上升，他们就起行。他们遵照耶和华的指示安营，也遵照耶和华的指示起行。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是耶和华借摩西所指示的话。接下来正道，那今天义节牧师要带来正道的主题是同在的记号。好，我们在掌声，我们谢谢我们的定信执事。站在这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用云柱、火柱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来经过旷野地。而如今，你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圣灵保惠师的带领我们，一样继续带领我们，在此时此刻面对许多的挑战。愿你的话语亲自成为我们在这样混乱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亮光，带领我们。也愿你的话语也亲自安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天气冷就会让人家怎么样？想睡觉。好，所以牧师讲到了，一定要让大家不能睡着。你看，若仪对牧师笑，我觉得这个就是给牧师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很大的鼓励哈。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在民数记当中是很精彩，而且充满盼望的。如果动画来看，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剧情，就是以色列人开始要走向上帝应许他们的迦南地。他们所依靠的不是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的带领，也不是靠欧美强大的精力陪伴他们。我们现在回想要带领这样的一票人出埃及行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就要看云行事，他们看云是停止，或者是在起行，云彩成为他们往前进的一个很大的力量。云是他们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今天15节到17节，虽然感觉其实有绕口令，其实有点在重复了，有点在重复。全能的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纵使不是基督徒，大家都有看过那个摩西的这个动画的故事。
他们完全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为什么叫不可能任务？从那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已经当奴隶430年了，而且法老王，我觉得以当时来讲，他的国力比现在美国还强啊。所以用人的角度，他怎么样有办法出来呢？上帝就是上帝，上帝透过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行了许多的神迹，让以色列百姓开始认识哦，要带领他们出去这个神明哦，跟外面一般的神明不一样哦。所以上帝在行了最后第10个灾害的时候，就是击杀所有埃及人的头生的长子。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画面？要有画面哈，这个击杀是看到在很多哭声啊。很多的哭声，就像我们现在最近天气冷的时候，牧师很担心，所以3更半夜绝对不要打电话给牧师哦，我一定会觉得一定有事情发生哈。我先讲一个笑话哈，前2天天气都很冷嘛，对不对？我叔妈，我早睡哈，我那天刚好10点多就睡了，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吓一跳，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只要天气冷，我都怕长辈有什么事情，我先看手机一看。我属马就还好，心里面还好。我属马应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明天要去教会下棋哈。今天有买一个空心菜，明天要不要给你带过去？我说你10点都不要打电话问这种空心菜哈，因为他白天去他的官渡，他的一个子女那边哈，他们自己种了很多的菜，他白天就带回去了。到晚上10点钟，他突然想到了，他明天跟一个长辈要这边下棋这个我真的是被他吓死了被他吓死了击杀了所有的长子，那个叫做，然后逾越了大家有看那故事嘛好像大家会联想到说，好像过年家家户都会贴春联嘛上帝也跟他们讲说，扬那个血，把他那个门的2边涂那个血。上帝会逾越过他们，这是逾越节的来，这个是逾越节的那个成立的原因哈。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永远记住这一日，因为是他们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的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其实想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很幸福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倒霉哈？为什么在台湾95%都不是基督徒，5%的基督徒里面，你竟然被拣选成为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衰嘞哈？上帝用他的儿子的血救赎我们，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奴隶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人昨天还在加班然后最近有人说，我本来是去上一个可以朝9晚5的班，竟然最近都在加班被奴隶被控制上帝把我们带领出来，好像如带领埃及一样，要分别为圣，进入上帝的国度。今天的经文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区。很快的时间，1年过了，上帝吩咐他们要在守逾越节，纪念上帝当初的救赎他们。我们回想刚出埃及的时候，第3个月，他们走了3个月才到西乃山下。上帝透过摩西对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他们记得。其实他们那时候对上帝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牧师大概简单讲一下，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情，你们都看见哦，就是我施了10个灾害，带你们出来，你们都看见哦。我就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面，带你们出来。你们要实在的跟着我，遵守我的诫命，我就在万人当中让你成为我的子民。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对上帝来讲，我们被拣选，在座的我们在台湾这个当中被拣选这5%，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上帝不是随便拣选的。牧师的家族其实现在人越来越多我们下一代慢慢结婚生孩子，也不过我被拣选。上帝拣选他的子民是一个非常严肃，因为关系到生命，
是要打仗的，要流很多人的血。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其实杀了很多人，你知道吗？杀了好多人呢，不只是头生的死。你看10个灾害里面死了多少个人？上帝要透过以色列百姓成为典范，来祝福这个全世界。所以，上帝其实要透过基督徒，你被拣选来，你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世界上越来越混乱，你要让人看到博苑，你在你们公司你就是感觉就不一样，你那个气就是会跑出来啊！真的，我们人真的有那个感觉，就是会不一样。我们要成为祭司，万民祭司，我们要成为祭司。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社区云华族每次现在只要一报名，当天就一定额满。那是因为他们可以感受到说，来这边他们感受到在外面没有的爱，没有的爱。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山下这1年的时间，上帝对他们其实是要操练他们，要预备好才往前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在读新眼光，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带头拜金牛犊的事情上帝本来很生气，讲说我带你们出来，你们马上忘了我是谁，所以上帝本来要把他舍弃他们，之后上帝原谅他们，上帝又跟百姓们重新立约，颁布了诫命典章给他们，而且也吩咐他们建造会幕的样式，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步一步来学习怎么样敬拜上帝。1年停留的时间，其实要预备操练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男丁数算男丁前几个礼拜志梅牧师有讲到过了，有几十万的人，60万，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加上小孩子，妇孺，我在猜至少200万。圣经学者说，他们出埃及有200万个人。我们这边当兵的在更早之前的夜行军大概几百个人行军就有人会脱队了。200万个人行军，200万人就好像是一支军队。好的军队，他们一定要操练，才有办法面对敌人对他们的攻击。因为他们很快的在第2年的2月20号，他们就要离开西乃山。上帝要透过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往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关键字出现了，旷野，也就是说，出埃及，然后到西乃山，一定要经过旷野，才能够到应许之地。为什么上帝不绕过，直接不要旷野，就直接西乃山，直接就到应许之地呢？我们在福音书有看到，耶稣受洗之后来到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探。旷野有看过旷野的举手一下？该不会除了牧师有看过旷野之外，哎呦，定信有看过旷野？定信有看过。我们住在台湾的人，我们没办法想象旷野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觉得很冷早上有牧师山上的牧师传的照片给我，他们山上已经结冰块了，外面结冰块但是还是可以住人哦。旷野跟我们都市村庄、农庄、山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它是一个不适合人住的地方哦。牧师多年前去缅甸宣教的时候，那个地方只是早晚温差很大的哦。温差大到什么程度？早上一出来，到中午我整个皮肤就裂开了，就是温差很大，就这样子哦，还不是旷野哦，旷野很不方便，没有便利商店，现在我们大概住在都市的，没有便利商店，大概活不下去了，也没有柑仔店，现在柑仔店没有，所以我们说旷野就好像是一个沙漠一样，它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主要是它会有很多的猛兽。蛇，牧师，蛇有什么好怕的？不是那种小蛇哦，大蟒蛇哦，毒蜥蜴、蝎子，
哦，也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在旷野你要活下去，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哦。就是在这样很特别的地方，旷野很容易让人失去了自我。很快了，以色列百姓才经过旷野，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开始在埋怨。记载在民数记11章4到6节，以及14章2到4节，他们开始埋怨什么？他们开始埋怨说：“我好想吃肉，对不对？好想吃肉。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至少还有鱼吃啊，因为埃及是靠海的，埃及还有鱼吃啊，埃及还有很多的菜啊，很多的菜。他们也埋怨摩西跟亚伦：你们为什么带我们？我们宁愿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上帝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我们宁愿留在埃及。”我不晓得你在祷告的时候哈，经验啊，上帝不垂听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埋怨过？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今天是农历正月12啊，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正月15都是过年了啊。新年我们总是有新希望，没有人愿意我们进来到这个教会了，我们希望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情况，灵性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往上。因为我们知道不进就会退，而且新的旅程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可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当我们不顺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识的时候，让我们有借口埋怨的那一个，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埃及就跑出来了。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那个埃及就跑出来了。至少我们在埃及还有鱼吃啊！我虽然当奴隶，但是我至少埃及有鱼可以吃。埃及成为我们改变的借口，埃及也常常成为我们信仰往前的绊脚石。牧师不晓得你的埃及是什么？看到人家1个月，这个过年的时候领10个月的奖金，哇，你眼红了。埃及成为我们跟上帝重新恢复关系的那个阻挡。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忘记主耶稣救赎的那份爱。让我们在旷野的过程当中，人性自私的那一面就展现出来了。我们常常在危急的时候，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为了眼前的吃啊，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了吃，或者是为了我们眼前的艰难困苦，我们就忘掉上帝救赎的恩惠啊！早知道我就不要信主，来到教会也没有比较好啊。如今这世界好像是旷野一样，在吞吃的我们。台湾应该是有历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最富裕的一个时代，也对基督徒是最不友善的一个时代。越来越多攻击人心的毒蛇猛兽，充满在教会当中。教会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外面，教会的危机从来都来自于教会的里面。那我们信仰的生命常常陷入很多的危险跟试探，以至于我们的心常常会随波逐流。我们明明知道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明明知道耶稣为我们受钉在十字架，救赎我们的生命，但我们的心中那个埃及啊，就是有千百种的理由主张，常常要将我们带离开上帝，而且往世界去。记得一节牧师有一次去某一间教会分享，我有分享我生命救赎的一个故事，对主的感恩。所以自从我信主之后，我就持续的1/10的奉献，不管工作收入怎么样。会后，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就非常气呼呼来对我说：“牧师，1/10奉献是旧约的事情，现在没有人再这样做了。”还跟我举例某大牧师说的。在那种场合，我也不想跟他多辩什么。弟兄姐妹，难道新约的要求就会比较轻吗？
主耶稣说，我们怎么犯罪？当我们用眼睛去看一个女子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保罗也说，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将生命当作活祭。所谓活祭是100%完全献上啊。我们常常就好像社会里面的工时嘛，哈，我们现在工时1小时多少钱？工时最低多少？啊，因为这边都没有在工时，知不知道？哎，100多嘛，190。当老板的会给多少？好，这个老板他有没有良心？给200。一般老板就是给190。就像中会规定牧师的最低底薪啊，有的教会我就给最低的，1/10是上帝最底线啦、啊。牧师什么是最底线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啊。2/10、3/10，我们要100%奉献给上帝啊，是100%啊。他怎么会跟我争说啊1/10现在也是那个了？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经文，18节到19节，18节到19节。PPT 看一下18节到19节哈。我们一起来18节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以色列人遵照耶和华的指示起行，也遵照耶和华的指示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久，他们就留在营里多久。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在云柱跟火柱带领的过程当中，顺服是一直是以色列人学不会的功课。其实不顺服是人性啊，我牧师也是，那没看没人讲哎。其实要人家提醒我们都不开心，纵使老板讲也不开心，那是人性。以色列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起行跟安营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失去了耐性。经文说嘛，停的时间不一定，许多日，有时候停1天2天，有时候停半年1年。他们常抱怨什么？为什么帐幕停不了几天就要再走了？停不了几天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200万个人搭帐篷，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停下来，我们是不是开始要慢慢整理东西？可能1个礼拜之后又要起行了，他们就开始抱怨。帐幕在那边停了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停太久，他们也抱怨，为什么云彩停这么久还不走呢？这不顺服的背后的意义，也是我们目前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牧师举一个例子哈，2月2号，礼拜一，我们在场都上班了。大年初6，各公司行号开工礼拜，开工拜拜，骑楼都被占满了。有没有？大家有看有没有？有吗？不是牧师朋友住在外星外太空放鞭炮那天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带了侄爱要去麦当劳，他们走过去这边有一个21世纪嘛那我看他那个老板就是在那边拜天公，然后拜完就是拿个红包然后一个人过来领红包然后领红包就说冒大炮赚大钱反正拜大家都是要拜天公，都是要赚钱嘛拜。等一下这个跑掉。我们很容易受那个开工礼拜放鞭炮，突然之间台湾95%的人都这样做，我不晓得你们的心里感觉怎么样。以义节牧师来讲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带领了他们在拜拜然后当我信主了，他们知道牧师那个店长已经不拜了然后我还跟他讲，你们要拜，你们今天记得拜明天然后他们就去拜。我心里面其实也有很纠结，我以前跟他们是一国的，突然之间，所以我们这个因为我后来有在 FB 看到有基督徒也在拿香我想说可能被逼迫吧，
就跟着在拿香，还或者是什么样，还有他自己想要，就是说没有参与感。瞬间我们好像成为局外人，内心不晓得会不会难免有人觉得很空虚。像他们这样拜拜，好像也还不错啊。我对自己的信仰有必要这样坚持下去吗？而且坚持我的日子好像也没有过得比较好。有时候这个世界会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在某一个阶段产生疑惑，而这样的疑惑就常常反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以礼拜来讲好了，礼拜重不重要？主礼拜很重要。我们礼拜是一个献祭啊，我们是在献祭啊，我们是献祭。我们要预备心啊。牧师在礼拜五的时候在跟松联分享的，他们那些长辈分享说牧师，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要把衣服准备好，我们把明天我们要献的钱我们要准备好，礼拜天我们就要来做礼拜。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长辈，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要预备好。我们不要像之前亚伦大祭司他们2个儿子随随便便，后来被上帝击杀。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上帝没在击杀我们，但是上帝不管你的时候，上帝就是在击杀你了。礼拜我们有没有提早1点过来预备我们的心？第一堂9点半，你是不是可以9点左右就可以来了，来到教会了，来预备？我们11点半也是，大家可以早点来。礼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专心，想东想西，甚至的时候礼拜的当中，我们常常被手机分心了，去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事，或者其他的。我们其实欠缺顺服的心，顺服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没办法把我们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我问一下，你现在去外面拜拜，你会一边拜拜一边想其他的事吗？不会。子怡、子晴小时候的时候，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带他去关渡宫拜拜。预备心啊，明天早上要出门，让小孩子早点睡，不然早上叫不起来。然后开车到关渡宫，然后去然后买了东西前一天就要买好，买了东西然后去拜拜。像外面拜天公之后，到里面跪着拜，难道会一边跪着拜一边睡觉吗？不可能嘛！一边跪一边拜一边玩手机吗？不会。我们预备心都不够。当我们没有敬畏心、失去敬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3心2意啊！我们就会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到旷野之后，有得吃也吵，没有得吃他们也吵。这样的人，他们没办法经历上帝的恩典啊。牧师有分享过，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分享说，现在有没有人经历神迹奇事？没有人举手，而且说不可能。礼拜五，松联团契聚会，博苑的阿嬷，我们都知道，他阿公刚过世几个月，阿嬷就在分享这一段旅程当中，他说：“真正是有上帝啦，真的是有上帝。”牧师可以阿们，因为我也是真的这样经历。可是，当我们没有敬畏的心，当我们常常在信仰上3心2意的时候，我们听丢肉牛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同理啊，你知道吗？我们那有可能安呢？那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呢？18节到19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照耶和华的命令起行，也照耶和华的指示安营。我刚牧师讲到，有200万的人，他们就好像军队，服从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相同的命令才有办法往前走啊，不然他们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上帝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云柱、火柱成为他们同在的记号。我们说嘛，他们为奴隶430年，然后上帝带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1年，然后他们往旷野去，
他们哪有可能会认识上帝啊？认识有限啊。但是，所以上帝用云柱让他们看得到，眼睛看得到了，让他们说：“哦，有上帝同在。”当看到云柱了，他们就是觉得嘛，有安稳，就安心呗。他们可以觉得有上帝的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跟着起行，什么时候要跟着安营。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在出埃及经过旷野，其实很简单，不要多想。他们就是回应上帝的命令，云彩走，他们就跟着起行走，就跟着走，停住就安稳，好好的就好。弟兄姐妹，顺服命令胜过于献祭啊！意思是什么？上帝其实不要你怎么1/10、2/10、3/10，上帝根本不缺。所以我说那个长老还在跟我辩。那个1/10、那不是教会，也不是做多少事工的问题。我们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才是最重要的。顺服胜于献祭啊！我们有顺服上帝、敬畏上帝的心是最重要。以信业来讲，哈，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要爱邻如己。我们有没有爱邻如己？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角度去批判很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95%的这个非基督徒的环境里面成为风尘无言。以色列百姓他们200万人，他们只要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不管旷野里面有多少毒蛇猛兽，都没办法来伤害他们。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啊！不管大年初几，他们在开工礼拜，你要坚定啊！牧师从信主那天哈，我就不会跟人拜拜，就不跟。你要坚持，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时候会试探你，啊，跟着拜没关系啦，偶尔一次。其实外面的试探诱惑常常这样子。很快的时间，2025已经来到2月份。农历的新年也都过了，大家都盼望蛇年怎么样？蛇年行大运，蛇年呢什么都顺利，蛇年什么都好。对21世纪的基督徒来讲，上帝同在的记号已经不再是云彩了。上帝同在记号已经不再云彩，因为后来这些以色列百姓都背叛上帝，都背。如今的世界跟旷野一样，其实非常的危机四伏。他们当初在旷野，他们看得到毒蛇猛兽，他们害怕。牧师告诉大家，现在才恐怖，看不到的才恐怖，你知道吗？看到的神明偶像摆在那边，你以为拜的人他们真的都很敬畏他们，他们其实都不害怕的。我觉得反而我们看不到了，我们要更害怕，我们要更担心，我们要更害怕。但上帝比任何人了解我们身为人的欠缺跟软弱。好消息是，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以往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悖逆，就离开我们。上帝依然差派圣灵保惠师24小时的守护了我们。圣灵保惠师就好像是云柱火柱，当初云柱火柱一样，看顾的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旷野虽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刚刚牧师讲过了，我们要成为迦南地，我们要去过迦南地，那个旷野是必经之地啊。意思是说什么？我们要如何化危机为转机，让旷野
好像本来是一个危机，成为一个转机。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旷野操练我们的信仰，我们要透过旷野操练我们的顺服，我们更要透过旷野操练我们跟上帝的同在。主耶稣这么描写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小绵羊。所以弟兄姐妹，绵羊我们不是，主耶稣不是说我们好像如同狮子老虎，不是，因为我们是绵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更要同心合意，我们更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更要彼此连结，站在上帝的那一边，而不是站在世界那一边。新的一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牧师相信，我们就会安然的到迦南美地。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而且，上帝赏赐的平安跟喜乐，绝对不是世上可以给我们的。上帝赏赐的平安喜乐，是超过这个世上所给的平安喜乐。每一天，上帝都会保守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新的一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新的一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年，因为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旧事已过，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成为得胜的人，我们要成为蒙福的人。新的一年仍然我们要依靠上帝的云柱跟火柱在前面带领我们。当我们紧紧依靠上帝的云柱火柱的时候，上帝会亲自为我们来征战。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的顺服他，单单的顺服他。愿上帝的话语，愿圣灵亲自安慰、扶持、感动医治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最后一首《免惊》。Yeah.
2堂礼拜就到这边，大家可以到楼下用餐，互相交流。